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龐寶林投資 GPS。伊朗轉守為攻，以眼還眼，短期股市繼續探底。美國同伊朗最新嘅戰事新變化就係伊朗首先襲擊以色列嘅核設施，核設施就冇事，但係傷咗大概180人左右。咁同埋伊朗原來佢仲有遠程導彈，俾美國同埋以色列咁炸到爛晒嗰啲軍事設備，都可以有遠途飛彈炸到去印度洋。所以咧就睇到佢都幾犀利嘅。第二咧，特朗普就威脅啦，如果伊朗繼續咁做咧，我就炸你嘅電站，伊朗嘅電站。咁伊朗非常之強烈咁樣咧就話，如果你咁做咧，我就會反擊美國喺中東嘅地區所有嘅能源設施同埋資訊，甚至海水淡化淡廠嘅基建。仲有咧，美國甚至咧就話我要佔領阿爾克島上面嘅油庫。韓國佢美軍咧就已經去緊啦，同埋增派軍。咁呢個情況點咧？咁就似佢意味做咧，就大概有機會美國就會有地面嘅部隊啦，咁令到個股市更加震盪。所以咧就係美元咧仍然繼續企穩嘅。咁美國最近咧就個反恐主任，以前佢係軍人嚟嘅，特朗普嘅擁躉嚟嘅，居然咧佢要辭職。最主要咧就係覺得美國冇必要咧就牽涉喺伊朗，為咗以色列，同埋咧憂慮呢個政治報復影響到美國，尤其共和黨喺中期選舉，咁所以佢就辭職。呢個咧我覺得都有好大嘅反應，對於特朗普嘅支持者。特朗普迫於因為伊朗嘅情況咧推遲訪中國1個月，美國想同伊朗談判啦，伊朗亦都想同美國談判，但係大家要求嘅措施係唔同嘅。美國要求係乜嘢呢？第一，5年內唔發展導彈啦；第二就係你要導彈咧就要連濃縮鈾嘅要放棄晒，咁即係話6年唔止啦，你而家唔做，咁即係話10年以後都唔需要做啦。第三，廢棄咗嗰啲俾佢炸咗或者廢棄咗嗰啲核設施咧，唔能夠再用，其實就係針對個核設施。第四，做核嗰方面嘅武器咧都要好多機器，離心機啊呢啲相關嘅唔准做，唔止而家唔准做，未來唔准做，再未來係唔准做嘅。第5個咧就係最多嘅導彈只能夠1000枚啫，咁即係話作戰有限，咁佢好難保護自己。第6點就好難，黎巴嫩啲爭將同伊朗大家嘅一齊作戰嘅，也門庫、塞姆江、哈馬斯全部唔俾資助，咁呢個咧就令到伊朗好難會做到美國要求。咁另外咧，伊朗開出嘅條件亦都好犀利喎，保證戰爭唔會再出現。大家知道咧，特朗普或者美國反覆嘅，根本唔可以信任，尤其是特朗普。第二，關閉西亞、中東所有美軍基地，你話美國肯唔肯啊？第三，美國同以色列咧對伊朗嘅全面戰爭賠款，哇！特朗普要搶你啲錢就得，要賠款就好難啦。第四，美國同埋以色列結束所有嘅地區戰爭，包括所有同伊朗結盟嘅組織，呢個好重要。第五咧，霍爾木茲海峽實施新嘅法律體系，咁唔知呢個體系點啦？咁但係伊朗提出，梗係唔會適合美國嘅。第六，向伊朗交出敵對媒體嘅人員。大家睇到其實兩個好極端，要傾咧需要一個好大嘅時間，而且伊朗亦都憂慮咧，美國又再次去設局同你傾下之後就砌你啦。美國同埋伊朗各方似乎好難達成停戰嘅情況，咁所以我哋嘅睇法，油價繼續會升，當然咧就波動好大，所以能源嘅價格同埋黃金嘅價格咧繼續波動，有升有跌，要多留現金，多靈活嘅投資嘅。中美股市嘅影響最主要嗰個貿易談判，而家拖遲咗1個月，仲有好多啲關稅重新再提翻出301嘅調查，有冇濫用貿易委員會，尤其是喺農產品啊、稀土啊即係其他各方面嘅嘢。中港嘅股市係點樣呢？ WTI 嘅油價早排咧就升到差唔多120蚊，而家咧我哋睇翻咧個油價咧就跌翻咗99蚊，跌咗啲嘅。咁但係呢個波動繼續會喺度噶啦，所以我覺得投資咧，如果你要買油股，反而咧不及波動好大嘅油價嘅 ETF。咁油價嘅 ETF 有1倍、2倍、3倍，甚至去到4倍，買升買跌，可以喺呢方面多做，亦都可以對沖你其他嘅投資。第二樣嘢咧，企業嘅回購，尤其是最近科技股，佢哋要做好大嘅投資喺 AI 嗰方面，好多都係大嘅電商公司，咁又有內卷嘅問題，變咗個盈利就有影響。為咗要加大投資喺 AI 咧，減少或者唔回購，所以令到相關嘅股票大跌調整，咁調到個底部就可能會值得吸納，咁所以投資者咧又要小心。咁當然啦，龍蝦咧亦都俾到大家有一個發展嘅機會，但係都需要投資點樣做得到，邊個做得最好咧？短期嘅港股咧已經穿咗25,000，今日咧去到24,400點，個成交都係1920億啫。下晝睇下會唔會再保持喺呢個位，會唔會反彈啦？如果唔係嘅話咧，25,000已經穿咗咧，我覺得
下一個位比較強咧，就係23,400點，就係100天嘅支持線嚟嘅。咁如果呢度能夠支持到咧，我覺得對港股就會好啲。咁如果支持唔到咧，就要小心。當然都要視乎美國同伊朗或者中東嘅局勢，同埋咧未來中國同美國嘅關係談判能唔能夠談判得到啦。咁我哋最緊要中東戰爭對中國嘅影響，短期咧有壓力，但係個資金咧就可能有機會流翻嚟亞洲或者係美國。至於能源成本嘅上升咧，我哋覺得可能對出口啊嘅成本高啲啊，有少少受壓，但係亦都幫咗好多潔淨嘅能源有機會增加個出口。譬如電動車嘅股份有部分就升，因為點解咧？包括內地同埋全球咧對電動車嘅需求可能大啲，因為油價咁高嘛。最後咧，我哋投資策略都係現金為王啦。等到最後一跌大跌，究竟傾唔傾得掂，或者傾唔掂之前打完先傾呢？所以現金短期都係美金着數，不過美元都係大概暫時100。如果真係打得最勁啲，會唔會再上啲呢？大家要留意啦。對沖呢，我哋覺得都係能源啦，即係最直接就係油價升跌咁嗰個對沖，跟住就商品，因為電動車就需要好多鋰嘅金屬或者其他相關嘅股票都會受惠，所以呢關嘅工業股咧幾硬淨嘅，所以我覺得都會用佢哋對沖。第三機遇就係軍工股啦，打仗嘅氣氛越嚟越熱切啊！如果就算搞唔掂，亦都會令到軍工股升。搞得掂中東，會唔會美國咧就重返亞洲，仲搞亞洲咧？所以我覺得軍工股有調整，直接入嘅。所以如果你買嗰啲 ETF，無論買期指或者股市、港股、美股咧，或者你買油價直接嘅升同埋跌1倍至到4倍咧，大家咧就要睇對沖啦、持股同埋你自己嘅風險度重要啦。市場暫時都唔係大嘅崩潰恐慌，都仲有好多機會，所以咧我覺得咧要分散風險，靈活 buy 同 sell 一齊做。好，時間差唔多啦。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，請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，按呢個鐘仔。拜拜，多謝晒。